大唐中英酒店周3公益日活动，自2007年举办至今，透过食遍天下自助餐厅每礼拜3的用餐优惠方案，号召社会大众做伙来做公益。16年来，募集超过400多万，加费将近26个公益团体。在周3公益日呢，基本上我们是希望大家来跟台糖长荣一起做善事，把爱的力量分享出去。虽然只有小小的50块，可是你可以享有7折的优惠，来这边享有美食，重点欢聚爱心一起传递下去，带回去给家人、朋友、亲友。所以呢，台糖长荣酒店呢，这个周3公益日呢，在下半年我们持续的下去。单单我们从2007年到现在14年，我们募集的善款大概将近400万左右。虽然说累积下来400万，平均分散到每一年，其实还是真的不多，只是杯水车薪。我们希望做的是抛砖引玉的工作，期待大家来，每天做一次小善事，每一次来50块小小的善事，但是回去可以在你心里留下一个涟漪，留下一个记忆，留下一个回忆，最终可以带着微笑入梦。这个是我最希望的，大家可以多协助我们台湾的弱势团体。大唐中英酒店今年顶半年的合作对象是台南市幼民视障协进会，活动早至6月26号，已经为因募得17万7千多块，用于视障社区大厦专款基金使用。是让大学这样的一些活动有静态的，有动态的。那您看到了这边是动态的，那其中有类似盆栽啦，或是类似精油的一些作品哦，还有其他他们自己用手然后来编织而成的一些作品。那我想这些教育是对他们的一个好处。除了你们看到的这些成果以外呢，对于身心障碍朋友、对于视障朋友而言呢，他可以透过教育，可以让他的心更专注。下半年的帮助单位是视憨儿社会福利基金会合作计划，合作老憨儿健康支持计划。35岁以上的老人，其实他会面临双重老化，家长也老了，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就结合了职能跟物理的一个复健，还有营养师的一个营养膳食的提供，还有一些相关的讲座，来能够提供憨儿跟家长更好的照顾。根据研究显示，身体障碍者伫35岁时，就会面临肢体甲认知能力的明显衰退，日期爸母也渐渐的变老，因此也互这个家庭承受着双重老化困境。而大唐中酒店这次活动规划，就希望会当帮助到基金会顺利推动老憨儿健康支持计划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